好，各位同學大家好啦。咁今日去到咧講五四運動嘅影響啦，同埋五四運動咧點樣去促成咗白話文嘅發展啦，同埋女性嘅地位變化嘅。咁啊，之前有問過同學究竟五四運動咧，你哋覺得有啲咩嘅核心精神咧？咁我哋可以咧一齊去睇下呢篇嘅文章先啦。佢就話咧，如若有人問四嘅精神係啲咩咧，咁大抵就應該係愛國同埋救國啦。因為當時咧，中國面對咗北洋政府喺外交上面嘅失敗啦，令到當時嘅學生啦有好多不滿嘅聲音啦，都認為點解中國一直以來咧都要受到列強嘅欺凌咧？咁就希望能夠啦，令到中國喺個外交地位上面咧可以提升嘅。咁所以有直接嘅行動，亦都有犧牲嘅精神啊！知識分子啦，亦都踴躍咁樣去參與其中。咁亦都係表達咗對於列強啦，或者係清末以嚟啦個政治啊、袁世凱啊、張勳復辟啊呢種帝制嘅不滿嘅。咁所以五四運動啦，係一場愛國主義嘅運動啦。咁啊，唔單止咧係中國代表最後喺對德和約上面拒絕咗簽字啦，亦都令到咧中國嘅學生團結起嚟啦，一齊去維護翻國家嘅尊嚴同埋權益嘅。咁希望能夠喺個地位上面咧變得獨立自主啦，亦都咧希望能夠從個文化層面咧去改革中國嘅政治嘅。咁所以咧，知識分子提倡咗德先生同埋蔡先生啊，民主同埋科學。咁希望咧透過改變長久以來嘅儒家思想禮教啦，去達到全盤西化啦。希望能夠革新咧政治以來一直嘅弊病啦。喺呢個與此同時啊，亦都有即係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啦。咁中國共產黨嘅成立亦都同咧陳獨秀咧有好密切嘅關係嘅。咁所以咧，往後如果同學去到上海一帶會址，亦都會見到咧陳獨秀嘅一啲畫像啦，或者介紹嘅。咁啊，五四運動咧，同時咧推動咗民眾嘅覺醒喎，因為即係全國上下都參與其中啊嘛，佢哋當中即係唔單止係高舉一啲口號啦，還我青島啊，誒愛憎主權、內除國賊，亦都抵制入貨啊嘛，即係希望能夠支持翻國產嘅貨品啦，咁係一種民族主義、愛國主義嘅一種熱情嘅，咁啊。民眾開始關注翻嗰個社會嘅事務啦，因為作為知識分子嘅話，同學覺得。你係具備學識㗎嘛？你係咪應該都有責任、有義務咧，去關注社會個時勢嘅變化咧？去為國家啦，或者係為個社會啦，去盡一分力咧？咁我哋再去到38版啦。究竟民國時期咧個社會文化點樣發展咧？咁而家咧，同學咧讀中文科嘅時候，應該都會接觸到文言文噶。好多時候咧，啲同學都會話，啊，文言文好似外星文咁樣，好多嘢都睇唔明啊咁樣。咁但係你去到即係高中啦，DSE 亦都即係有好大嘅部分咧係文言文嘅篇章嚟噶。咁咧，究竟點解我哋咧今時今日係用緊白話文咧？咁呢個係同咧胡適先生啲知識分子去推動白話文運動咧息息相關㗎。咁喺五四運動期間咧，有啲人咧就認為啦，文言文係舊思想、舊文化嚟㗎，所以我哋必須要革新啊！即係唐代啦、宋代以嚟咧，白話文咧雖然咧有使用嘅，但係咧佢哋咧即係唔入流啊，通常都俾人歸類咗作為通俗嘅文學。即係唔夠典雅啦，咁好多大場合嘅時候啦，都係咧使用文言文嘅，即係科舉考試都係用文言文去作考核噶嘛。咁白話文俾人認為難登大雅之堂啦。咁白話文嘅提倡咧就係五四運動嘅期間啦，胡適啦就喺新青年嘅雜誌入面就發表咗《文學改良初二》嘅呢篇文章，入邊咧有八大主張噶喎，你望下下邊先啦。咁就話咧要言之有物啦，唔應該模仿古人啦，要講文法啦，作無病嘅呻吟啦，要咧冇去一啲嘅爛套嘅俗語啦，唔用典啦，唔講對象啦，唔講俗字俗語嘅。咁其實個核心思想亦都係講緊話咧，文學應該去同生活咧係有關聯嘅，應該反映我哋嘅現實嘅。即係唔應該咧，即係為寫而寫啦，即係盲目咁去仿效古人咧嗰啲寫作嘅風格啦，引用一啲嘅詩詞歌賦啦。
咁除此之外啦，陳獨秀亦都發表咗文學革命論，有三大主張㗎。佢一個講到話，你要推動一啲咧雕琢嘅阿諛貴族文學啦，要建設平易抒情嘅國民文學喎。咁要推動啲陳腐鋪張嘅古典文學啦，去建設新鮮嘅立成嘅寫實文學，推動呢啲迂腐啦、結實嘅三文文學啦，建設明瞭嘅通俗嘅社會文學。嗰個核心亦都係咧講到文學咧，應該係平易簡單、容易理解嘅文學，應該係反映我哋嘅現實社會嘅。並且咧應該係通俗嘅，即係唔同階級嘅人睇得明㗎，即係無論係冇讀過書一啲普羅大眾，佢哋都應該係即係接觸到文學㗎，應該淨係呢一啲知識分子嘅權利。咁所以咧，呢班知識分子就提倡通過改革文學，去咧放棄文言文啦，改用白話文去寫作。咁我哋去39版啦。咁咧當時有啲嘅文人咧就話咧要我手寫我口，用隻手去寫翻個口入邊咧所想講嘅説話，即係咧將口語轉化為書面語。魯迅先生啦，好出名㗎，喺中國文學嘅發展上面，咁咧就寫咗第一部嘅白話文嘅小説，叫做《狂人日記》。《狂人日記》咧好多嘅內容都係針鋒時弊嘅，去諷刺翻咧原來禮教係吃人嘅，係即係一直以來咧蠶食咗成個中國嘅社會啦。佢亦都有講到咧話，即係中國長久以來咧都係被困咗喺個牢籠入面啊，就好似隻雀仔失去咗自由咁樣，即係冇辦法自由咁飛翔啦。咁亦都有寫到一啲嘅，即係講到女性嘅一啲作品啦，例如《長林嫂》啦，咁就成為咗現代白話小説嘅先驅。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作家咧，紛紛使用白話文去創作詩歌同埋散文。例如咧，徐志摩。徐志摩係邊個咧？佢係一個知識分子嚟㗎，佢曾經去過英國嘅劍橋大學嗰度留學啦。咁就寫咗《在別康橋》嘅呢首新詩。在別康橋咧，去到今日咧，即係讀中國文學科啦，或者係你往後啦，去接觸中國文學啦嘅時候咧，都經常會掂到呢篇嘅即係新詩嘅。原因係咧，因為佢寫得好靚啦，啲詩詞好靚啦。咁其中一句係悄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的來，我揮一揮衣袖，不帶走一片雲彩。即係你睇嘅時候，係咪都覺得咧，哇，好典雅喎，即係有種音樂美喺度啦，好有韻味啦。咁啊，再乃至於咧，朱自清亦都寫咗背影啦，係一種流行隨筆嘅題材啦。咁朱自清咧嘅背影亦都喺即係中一嘅時候咧，教科書其中一課咧會讀到嘅。咁內容咧就係講緊話，朱自清咧就描寫佢阿爸咧就即係喺送別佢嘅時候咧，就即係專登咧喺個車廂上面幫佢鋪咗紙毛大衣啊，驚佢咧會着涼好凍啊。因為佢要去北京嗰度去讀書定工作啦，咁同埋咧阿爸咧，即使係年紀老邁啦，依然係好蹣跚咁樣咧，跨過個欄杆咧，去到對面嘅月台咧，去為佢買骨子嘅。咁呢篇文章亦都係即係反映咗咧阿爸對於仔嘅嗰種愛錫啦。咁有好多唔同題材嘅作品啦，即係推動咗成個中國文學嘅發展嘅。咁好多唔同作家都紛紛使用白話文去寫書啦、寫詩歌啦。咁1920年啊，北洋嘅政府亦都頒布咗咧教科書要用白話文去寫啦。咁從此咧，白話文咧喺個中國嘅教學上邊咧有個正統嘅地位啦。咁所以同學真係要多得咧胡適等嘅知識分子去推動啊。咁如果唔係嘅話，你今日可能仲係睇緊文言文㗎。咁去到40頁啦，就講嗰個女權興起嘅問題喎。我哋咧睇中國古代嘅時候咧，好少見到女性嘅影子啊，女性嘅聲音咧就好似俾人消失咗咁樣。咁呢個係因為咧中國傳統以嚟都有男尊女卑嘅觀念啦，即係男性咧就係負責咧去寫歷史嘅，負責咧係即係上戰場嘅，負責咧係工作嘅，而女性咧就即係被困咗喺屋企入邊啦，去相夫教子啦。咁所以女性咧，無論工作啦、經濟層面咧，個地位亦都遠遠不及男性。
咁但係去到咧清末民初嘅時候啦，孫中山呢啲嘅革命黨人啦，開始透過報章嘅方式去傳播西方嘅思想，咁令到呢啲人開始接觸到咩係天賦人權啦，咩係自由啦，咩係男女平等啦。咁啊，知識分子啦，亦都受到啟發啊，開始關注女性嘅議題啦。咁有啲人就話女性要解放啊，女性亦都應該要接受教育嘅機會嘅。咁所以之前我哋睇革命團體嘅組成嘅時候，有認識到秋瑾啦，秋瑾亦都係第一位咧投身反清行列嘅一位女嘅烈士嚟㗎。咁新文化以來啦，好多人都去批評咧三從四德嘅觀念，即係認為三從四德即係婦德啦、婦賢、婦容、婦公呢啲觀念咧，即係唔應該再成為女性一直以來嘅束縛啦。女性應該咧有自由戀愛嘅權利啦，應該再咩都係盲從父母嘅即係安排啦。咁希望能夠透過自己獨立嘅工作啦，去賺取收入啦，同埋透過教育咧，去令到女性咧，可以改變命運嘅。咁例如咧，呢幅圖片就見到啦，當時嘅女大學生咧喺五四嘅遊行示威入面咧演講嘅喎。咁所以女性咧亦都即係有自己嘅見解啦，願意咧去表達自己嘅意見啦。咁咧，再去41版嘅時候咧，我哋見到女性嗰個政治權利亦都有改善到㗎，因為咧廣東啦、浙江啦唔同嘅省份咧，亦都承認咧男女平等嘅條文啦，令到女性咧再好似以前咁樣啦，冇辦法參與政治嘅。下邊有一啲嘅例子啊，咁同學可以自己略略睇下啦。咁社會權利又係點樣呢？咁中國傳統就即係都係要跟翻父母嘅安排噶嘛，要遵守呢啲嘅媒妁之言噶嘛。咁所以女性冇得選擇自己嘅丈夫啊，自己嘅配偶。咁但係五四運動前後咧，有新嘅思想啦，開始學習西方啦。咁所以咧，有啲嘅女性作家亦都開始著書咧，去寫自己嘅對於女性議題嘅看法啦。咁例如咧，丁玲亦都寫咗莎菲女士的日記啦。又或者係羅拉的出走啦等等嘅一啲嘅作品出現啦，咁就令到咧女性得到咗好大嘅啟蒙嘅，佢哋開始咧即係自由咁選擇自己嘅婚姻啦，咁亦都有啲女性咧，當個婚姻失敗嘅時候會選擇離婚啦、再婚等等嘅，咁呢種亦都係對於當時傳統社會個婚姻制度嘅一種反抗。好，跟住再去42版，咁究竟經濟權利又係點樣呢？咁女性咧，自古以來啦，咁就即係好多時候咧喺屋企入邊咧照顧丈夫啊嘛，即係冇辦法離開家門去工作㗎。咁但係五四運動打後啦，佢哋開始咧喺唔同嘅領域上面工作，例如咧海關啦、鐵路啦、郵電啦、教育啦、醫療啦、新聞出版等等，甚至咧係經營咧工商業喎。咁所以女性一透過工作嘅話咧，可以有獨立自主嘅權利啦，唔需要咧再咩都伸手，即係一定要依靠男性啦。而教育方面咧，女性咧即係傳統以來俾人灌輸男女授受不親噶嘛，男性同埋女性咧唔可以太過親密嘅。咁但係咧，五四運動打後啦，北京大學咧亦都開始招收女嘅學生。咁其後咧，同省份啦、唔同地方嘅高等院校亦都仿效呢種嘅方式啦。咁1922年啦，北洋嘅政府公布咗新嘅學制，由小學去到大學咧，亦都設立咗一啲公平嘅男女平等嘅教育制度。咁女性咧，亦都可以透過教育嘅方法咧，去改變自身嘅命運啦。咁我哋下一節咧會再睇下究竟咧，民初嘅時候啦，中國嗰個消閒娛樂又係點樣嘅咧？點樣去吸收咗西方嘅一啲文化咧？呢個係一個真係好有趣嘅議題嚟㗎。咁我哋下節翻嚟再講啦。